兄弟吼，咱无接触到小组，要请英泰教授来简单分享讲，这个小组因的生活是安怎？咱这个顺拍拍来欢迎英泰教授来。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英泰吼，我即摆伫迄个小组内底聚会，即摆担任小组的小组长吼。我细汉伫高雄阿莲出世啦吼，所以我的母会是阿莲教会。高中2年了后，我搬来台南，开始伫台南生活，大学是伫台中啦吼。所以伫即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印象吼，细汉伫主日学啊，但是少年团契吼，迄阵聚会较稳定。伫高中、大学了吼，伫外地即个聚会毋是真稳定啦吼，讲坦白话。所以迄阵退伍了，我伫 YMCA 咧做工课，倒来台南嘛，开始找一个较稳定聚会即个教会吼。我印象足深啦，伫1997年的时阵，我咧读研究所，读社工的时阵，拄到一个我信用德罗地面的小天使，就是阮小组内底的会期干事吼。伫开会进前，阮就自我介绍嘛，就介绍会期讲伊伫南神咧工作，伫富强教会咧聚会。我听到富强教会迄阵因为阮搬来这附近，我甲妈妈开始伫遮咧聚会吼，我就讲。我嘛是呢，我嘛伫富强教会聚会，即个小天使伊就足惊讶讲，敢有可能？你看起来真无像基督徒啊！我若伫教会毋捌看过你咧。我想讲，敢实在，即个同学会讲话遮直接啦吼。我想讲即几冬读册，我会较注意的即个同学。结果即个小天使，感谢主啊，伊嘛继续。邀请我来参加小组，迄阵未参加小组吼。迄阵参加小组了，歹势。参加小组迄阵是陈佑长老甲赵文杰，因咧带喜乐小组。所以迄个过程，我嘛看到即两位信仰的前辈吼，用贴心来陪伴阮，对阮甲来到教会参加小组的遮个新朋友吼，来遮小组员，其实因真关心，嘛用实际服侍，互阮知影伫教会生活、家庭生活、伫工课当中，安怎用上帝的话来做上头前吼。所以这是阮进前咧聚会时阵的相片。其实伫教会当中咧服侍的形式真侪啦，小组的即个部分。所以阮有聚会，阮会当做伙带导，做伙活动，做伙来传福音。伫迄个相片的左下角是迄阵疫情的时阵嘛，是用线上的方式。右下角迄张是阮咧堂外聚会，阮做伙去火车站遐地下道，做伙分物件吼，节友伫圣诞节迄个活动当中吼。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分享其实小组的形式真侪，会当大家做伙做。信仰的追求，嘛会当做真侪真活泼的活动吼。所以你当看到我嘛有小组的组员新居落成，若是因的民宿开幕，若是户外活动，若是进前阮赵文杰、陈佑哥因儿子婚礼，咱做伙来参加，其实会当看到小组的活动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活泼啦吼。好。毋过，大家会想，阮伫小组聚会，你有其他的方式吗？咱若上帝听，会当传扬出去。我用这张相片来大家分享。有时阵，咱伫拜五下暗聚会时阵，时间上有时是真啊无方便。佩妮妈妈之前因为生病咧做治疗，佩妮真用心来顾公司的工课，来照顾妈妈。迄阵阮就想讲，安尼按探访，按来换一个方式。迄阵阮就想到，按主动出击嘛吼。阮就迄阵妈妈做化疗，小可落头毛。阮就想讲，安尼也是妈妈应该有一点
无想要看到阮啦吼，有一点仔压力，所以我就去准备迄乌龙头，这头毛大家有看过吼，离圣诞晚会满族长老有递过迄规定吼，所以阮就迄道的聚会，整场阮拢是递这个假发的聚会，甲妈妈分享。迄天林妈妈真正足欢喜，我嘛足感动。甲佩妮，甲阮其他的佩妮的 RPG 的小组长，宛如执事阮做伙甲建委，伫遐甲林妈妈做关心，所以我印象最深嘛。除非除了你教会聚会之外，买当你小组这个部分关心咱的家人。另外我印象最深的是最近有迄个登革热喷药啊，市政府有去处理喷药啊，我们小组一个真好的这个部分就是大家拢会互相去家己的处理，彼此的家里帮忙。我们去做那个清洁打扫，贴养生胶带，搬家。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伫中秋节迄个时阵阮兜有喷药啊，迄个登革热喷药。结果小组的成员主动因为中秋节前后大家其实真无闲，不过大家为着这个代志来阮兜来斗相共，所以我真正是真感动。我嘛想讲，阮喜乐小组会当成立一个清洁公司啊，因为阮是大家厝，大家做伙斗相共。阮囡仔也讲这个叔叔阿姨甲伊遮好，阮兜毋爱遮清气过，因为逐项拢帮阮做清洁。阮公司的朋友看到我脸书的贴文讲，恁富强教会小组会遮活泼，遮有爱，这是我在当中很棒的一个领受了哈。那另外，我觉得在小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很多的小组的组员你之前小组长陈佑哥赵文姐还有兼任小组长的带领，我觉得我们也感受到这个过程很多的陪伴。有看到邱平执事跟宛如执事，其实这个过程，他们在招待新朋友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很用心，感受到这个爱，把这个爱传扬出去那最后我来回到我们的家庭的这个部分，对不起，对不起，我可以回到刚才的那个投影片的。好，回到我们家人的一个领受的部分上一页谢谢。好的是，我们全家可以在小组当中，我参加小组慢慢稳定了，阮全家也在教会有做服侍啦内底有阮妈妈、甲阮太太、甲囡仔。其实阮妈妈以前我实在美淑姐是真爱坐百货公司买衫甲买鞋啊。不过我感觉来教会聚会了，伊家己的改变，看到我的改变，即摆伫心灵转角咖啡遐做服侍。伊即摆假日活动就是来教会服侍，甲教会好朋友做伙去啉咖啡，做伙去开讲。我感觉是真大、真好的一个转变。另外就是我的太太方美甲两个细囝嘛因为小组的聚会，反正真喜乐。伊慢慢愿意更活泼，愿意主动甲人做互动这是我感觉一个真大的改变。所以阮太太这个改变嘛，互我的岳父岳母看到伊嘛真感动啦。所以迄阵阮结婚的时阵，虽然伊是民间传统的信仰，不过我嘛是伫教会会当主办婚礼，然后因来遮参加，反正一个祝福。阮太太嘛，伫结婚3当了，受洗成做基督徒这会当看到阮咧服侍的过程当中，全家做伙，其实是一个真快乐的代志。所以小组聚会，你会当一个人，你会当带你的朋友、带你的家人做伙来参与小组的真侪活动。最后，其实今仔日我知影，阮以前的赵文姐即摆是线顶咧做礼拜。迄阵今年我接小组长的时阵，有人问过讲，龙太，其实你会当照其他小组的方式，会当改龙太小组啦我会记我迄阵回应讲，只要无违反教会的规定，
我会当希望继续用喜乐小组，因为这是一个真好信用精神的传承。啊，我嘛看到上帝听伫阮的小组内底做一个真好的传扬。阿凡小组，大家彼此会当关心，啊嘛希望会当将这个上帝对阮的听传予需要的人，啊，伫教会继续做服侍。这是我感觉，这是参加小组内底我上大的领受甲成长。所以，阮今仔日伫遮献诗，虽然真济可能几位小组的家人无法度伫遮甲阮做伙，啊，过我相信上帝听会当阮合一的做伙继续为传福音这个代志来跑走吼。所以今仔真感动，啊，我嘛啦线顶的赵文杰讲，赵文杰，咱继续加油，啊，阮会做伙陪伴你，我相信上帝甲你同在。好，啊，最后我用一段经文来做一个总结吼。所以咱若信上帝听咱，上帝是听，有咧实行听的人伫上帝内面，上帝嘛伫因内面吼。伫约翰一书第4章16节吼，今日做一个短短分享。愿上帝祝福大家，多谢。